就頭先個答案咧，首先多謝，非常之充實，亦都即係全面啦。我想請教，我睇翻個答案咧，提及到用刑事罪案條例去規管呢個未經人同意發布威脅或發布私密影像啦，最高刑罰係5年啦。咁但係其實 AI deepfake 嗰啲咧，好多時都唔係真係佢哋之間嘅真實影像嚟嘅，所以我有啲擔心用唔到。第二咧就亦都有提及到咧，就話用161即係刑事罪行條例第161條不誠實取用電腦，但係即係我諗各方都知道喺2019年鄭嘉怡案件之後，即係終審庭將呢個法例嘅適用範圍收窄咗好多。咁如果你唔係用人哋部電腦咧，其實用161都未必入到罪。另外提及到淫褻及不雅物管制條例啦，其實即係個尺度可能告咗先知，亦都即係聽到頭先議員提及係話即係冇人舉報啊，咁即係嗰個人唔走出嚟，咁有冇人會去處理咧？喺即係第啲地區國家喺譬如內地啊，就英國、美國啊，其實都有部分做咗，有啲其他地區覺得考慮係刑事化，用 AI 生成一啲不雅嘅製作，咁所以呢方面想即係供各方考慮嚇，多謝。邊位局長回應？保安局副局長。主席，就住議員提問呢，有關嗰個私密影像，如果經過一啲技術去修飾，咁我哋係咪已經唔足以展示係同一個人，所以係未能夠提控呢？咁呢個呢，其實喺法律上邊呢，亦都已經包含咗，即係話嗰個相片或者個影像經過任何形式嘅修飾，包括 AI 嘅修飾呢，我哋都係可以提控嘅。咁至於呢其他嘅一啲相關嘅罪行，譬如佢係頭先議員所提及嘅淫褻及不雅呢，嗰個影像呢，基本上呢係唔需要呢係睇佢究竟係點樣做出嚟嘅，或者用邊個技術做出嚟嘅，因為有一啲法律呢，佢本身係對於資訊科技嘅技術呢係中立嘅。咁就住呢取用不誠實取用電腦呢，確實確實有一個案例呢係確定咗，我哋都有一啲短板喺度。咁喺呢一度呢，就係法律改革委員會呢，就住電腦罪行方面呢，亦都已經出咗第一部分嘅呢一個報告書。咁嗰個報告書咧，主要嚟講呢，係針對咧電腦嘅系統進行犯罪。第二部分呢，就會係針對咧利用電腦進行犯罪嘅。咁呢個部分呢，我哋都會喺度等緊嗰個報告出嚟，然後我哋會進行一個研究。多謝主席。